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咱来关心到云林斗六的福宝科技公司，昨下晡4点外发生因价倒去跌到员工的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目前建设处已经下令现场停工，若违规上当会当罚30万。福宝公司嘛紧急宣布会全力来协助死者的家属，也阁有受伤的员工。虽然雨正大，现场继续抢救。福宝科技伫咧云林斗六的新建厂房，昨下昼4点外，敢若是因为雷公雨搁加上强阵风，突然间发生因价倒来意外。因为迄当阵正拄好是中班的员工上下班的时阵，有员工互倒来因价跌掉，造成2死3伤。2个人死亡的人员送往左右台大医院，3个人受伤的送往成大医院，其他人员还在搜救当中。另外有10个人有10个人受困在那个新建建筑的那个比较安全的空间刚刚已经有本局人员引导出来。大家听到正大声的声音，才知影是规片的烟架甲防护网规个绑来。受伤的人被送病医了，确定拢是福宝科技甲福宝兴业家己的员工，其中一位死亡的女性因翁也是员工。代志发生迄当阵拄好休假，接到公司的电话，才知影讲看守不幸死亡。公司发布重要信息，会全力协助员工处理后事。目前我们已经有派出我们的主管去关怀，也去安慰我们已经过世的这个过世的员工的家属还有去看顾我们这个已经受伤的同仁。福宝科技第5期扩厂工程，目前工程的进度差不多77%。公司讲，因为厂房还阁伫咧起，所以对生产财务也阁业务无重大影响。目前建设处已经下令业者先停工，但查清楚代志发生的原因，确定是毋是有违规的状况。若是有，相当会当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西区有一间出名的烘肉店，昨中昼休困的时，外口顶仔开天棚线熊熊倒火，有2位工读生受困伫咧店内，互消防人员救出来送病院，其中一个是救无回来。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烘肉店的顶仔卡昨下晡倒火，烧甲正猛，佮拖甲厝边去。隆总有出动16台消防车、58位消防人员去抢救。伫咧店里有救出2位歇热去做山工的中山医学大学的学生，2个人拢无喘气心跳，送急救，一个救无回来，一个有缺乏生命现象。校方有赶去病院来关心，因若这倒火的原因是也搁来调查。搁来关心到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伫咧2017年，伊咧做汤圆市长的时，有收人的乌西钱，过当年才搁甲钱还人。当检方一段了后，有申请羁押，郑文灿否认违法。法官认为这已经是7当前的代志无羁押的必要，所以裁定500万交保。检察官有遂提出控告。因总统赖清德是表示，无论党派，无论是虾米人，牵涉到违法，都应该来查办。第六审问，郑文灿悄悄无回应，伫律师陪同下坐车离开，因为技术涉外职务上行为接受讹洗。郑文灿伫7号暗时，互汤圆地检署传唤。后面一问了后，检方认定犯罪嫌疑重大，向汤圆地方法院申请归押禁见。7号晚中昼，伫法庭，郑文灿否认有不法的行为，但伊审问了后，裁定以500万块交保，限制自居出境出海。汤圆地检署不服，当庭提出控告。郑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于昨日传唤被告到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对于职务上行为受贿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原因及必要。桃园地方法院发出声明，涉外洗钱防治法罪嫌的部分，被告106年收受代票500万块，到107年8月交予相关人。难以认定款项有变更的情势，认为无犯罪嫌疑，也若涉外无违背职务、收受贿赂、涉别罪嫌的部分，被告虽然否认犯行，不过有证据资料，考虑案发时间到即阵已经有7年无归案必要。打诈、扫黑、肃贪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社会的安定，以及回应人民深刻的期待。
总统赖清德讲，无分党派，无论什么人，只要看社会法检调，拢应该查办。外团地文田击败，是因为南口特定计划区的港务工业区扩大案互调查。桃园市长张善政讲，这军市府确实配合地检来约谈调看资料。区段丁手内底计程有一块地，地文田讲，互业者家己定位是真少快做法。可能是检调想要进一步了解。不管是请我们同仁去说明当时这些案子的过程，或是要调阅一些资料，我们都在积极配合。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是调查不公开，我们就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尽快的水落石出。这就林海基会董事长一个月郑文灿初六拄过57岁生日，过去8年同市长林内声量真悬，是民进党重点栽培的中生代。这摆遭到司法的调查，政党传出清算者阴谋论，在野党呼吁司法调查清楚。那我毕竟是桃园的县长，我还是觉得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检调还有法院赶快理清。过去传闻很多了，但是这种事情既然检方已经介入了，就等调查结果了。后面一问了后，高保限制自居地文灿经由律师讲，家己无不法的行为，一切配合调查，希望尽紧的有结果来证明家己的清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卫福部上新的调查显示，去年的性侵案比前年加超过1成，而且网友之间的性侵案这5冬来是一直在增加。专家表示，用通讯软体谈恋爱，互所谓性侵害事件愈来愈多。再来是自由时报。中国面临着今年上严重的水灾，乌南的洞庭湖第一条防线崩坏，大水淹超过47平方公里。这崩坏的所在有226公尺这么长，早暗有紧急封66公尺起来啊。不过嘛有加强第2条防线，也是状况真危急。落尾是中国时报。403大地震过3个月，花莲县府打算要普发进行消费券来促进33万位县民消费。今嘛已经有提出追加10亿的预算去议会来审议，若有通过，上紧8月就会当来推动。另外，已经举办第14档的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伫昨开幕。虽然因为地震，花莲台东的观光是受到真严重的影响，不过台东县府统计，今年也是会当吸引到15000多位游客。台东县秀罗主打的热气球嘉年华会，初六透早6点，21粒国内外造型球陆续升空，正式宣告为期45天的热气球嘉年华会盛大开幕。因为花莲大地震了后，为北部往东部的铁公路交通，也因为北路受阻碍，台东秀罗停放率也无够5成，也毋过也是有游客为北部坐北回铁路到台东参加。县府统计现场有超过15000人参加开幕。我们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还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摊方问题，然后让我们没有办法如期到我们今天的热气球活动。但是好险之后有开通了。受到地震的影响，就是大家都忘记要来台东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热气球让大家提醒是时候来到台东走走了。过去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举办期间，有游客也会早无人机来飞行摄影，也毋过无细力及到热气球会影响飞行安全。县府今年就特别公告，禁止无经过申请的无人机升空。现场的主持人也紧急公布，要求毋是主办单位无人机降落。立即降落。这部分我们必须严格以民众搭乘热气球的安全为最重要的考量。县府强调，欢迎游客到台东参观热气球活动，也毋过影响飞安的无人机会加强处理。一旦查获无经过申请伫高度120公尺以内活动场地飞行，会以违反民用航空法相关罚15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阿里山林体受到进前密拉克甲道观风台霜冻，这15冬来拢无法度全线通车。不过，伫咧昨总算是已经恢复全线通车。头一班火车拢总有85个名额，被载者旅客对家己出发上阿里山。这车票是伫咧10分钟内就拢互人抢了了。音乐声响起，顶面挂全线纪念通车车头牌的林体列车慢慢入站，真侪乘客等伫月台纪念这个珍贵的时刻。他出生那一年，一直都没有机会搭这个小火车。经过15年修整完毕之后，那一定要来参加这个首航这样子。我从新竹来。
因为我之前就有搭过，那我之前搭到10字路，然后这次听说全线通车，就特别赶来搭。嘉义开往阿里山的头一班登记列车，早起10点首航，总共85个椅仔位，10分钟内底就卖了啊！抢到票的民众拢真欢喜，因为等15年才法度再看到阿里山林体专线来通车。我们还在打造9辆新的机关车，48辆车厢，明年陆陆续续都会投入营运。阿里山林体经过莫拉克甲道光风泰设计，经过星期42号磅空才修复工程，才恢复全线通车。林体甲文资施工正伫打造新机关车甲车厢，未来再服务更加侪人，也回应减每一期林体观光列车无这个无障碍设施的争议。和规划打造观光列车的无障碍车厢，那希望在今年底前可以发包开始施作。林体甲文资施工为了尊重身体障碍朋友，也提升品质。有个年底进前，观光列车也推出无障碍车厢。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台湾甲印度有签移港合作的备忘录 MOU， 希望会当促进台湾甲印度的合作关系愈来愈密切。目前，咱全台湾差不多有500个人伫咧印度咧打拼，有的是去做工课，有的是嫁去做印度新妇的。到底因伫咧印度生活会拄到什么款的挑战？因暗7点半，台湾技术部带大家做伙来看。印度上侪好业人的城市，明媚市中心闹热进步，国际观光客客客，世界第3大贫民窟也伫咧这个城市。贫富落差、文化冲击，台湾人到印度生活工课面对着什么款的挑战？这里有个特色，就是你按喇叭都没有人会怎么样，真的。你按10秒、20秒，也不会有人跟你吵架打架，没人理你，按的跟没按一样。Alex 本身的专业是机械设计，2012年来到印度发展。80%人都不愿意待下来嘛。我们不强求技能，什么技能都不要，只要你愿意待下来，你就赢80%人。所以说，你就更容易得到机会。同款伫咧明媚，台湾人做印度新妇，又搁会拄到什么款的文化冲击？台湾大家都觉得印度很恐怖啊，什么什么。我觉得孟买是还好。我觉得台湾人对印度有很多的那个 stereotype 吧，就是那个叫刻板印象。那可是其实，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很大，所以每个地方真的很不一样。镜头来到印度南部ben加鲁鲁，西面规家伙仔搬来到这3个月。吃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吧，然后第2个挑战就是交通。西面伫外乡做工课，规家伙仔也对咧对中国搬到印度。其实当初我不想来印度，可是我为了小朋友，我觉得我愿意待。就是不管台湾他们认为的好或不好，但是你的根必须要扎在，你要对你自己的国家有认同。可能是未来我们唯一能为台湾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孩子，就是培养成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状态。全印度的台湾人差不多500人尔，分散伫咧无同的城市，因是前进印度的先锋，未来也会成做台湾和印度的一座桥。记者由于真林昆明印度报道。昨是24节气的小暑，代表天气会愈来愈烧热。昨屏东的春日就热到39度7，今仔日气象署嘛有针对北中南10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警示，而且今仔日水气有较高，就要注意过道可能会上大雨。而且这天气这么热，嘉南大圳嘛发现到鱼仔死规片的状况。环保局人员赶紧把死鱼仔扶起来，并且采集水质来检测，因为台南市嘉南大圳出现上千只鱼仔死了。初步调查显示，水质正常，不过可能是这几天上热，水中氧气浓度不足，才会这些鱼仔死去。研判呢，是因为连日来的高温导致溶氧偏低。那现场出现大量的鱼尸部分已经立即通报第6河川分署及本局相关的人力进行现场的打捞。天气热，毋但鱼仔冰雹死去，民众的热到挡袂牢。中华关定古迹保重室为着歹互香客热着，也调工出动高级工业用的大电风，伫庙内四架车。阮准备电风差不多9支可能国电互大家落吹就较凉。气象署讲，初6是24节气内底小暑，代表天气要开始变热。
并且对17县市发布高温的警报。屏东村日伫下晡2点时，更加出现39.7度上高温，高雄桥头要38度，屏东内埔是37.8度。不过初7礼拜水汽变较侪，天气变较无稳定。未来3天的风环午后雷阵雨也是大水雨。中部以及南部的山区，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的短延时，甚至豪雨的几率，这个要特别留意。气象署提醒，未来1礼拜拢是高温真热的天气形态，无落雨时阵会感觉真翕热，提醒民众爱加啉一寡水。此外时阵也会记得早雨满雨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甲11岁鸟形婴仔做生日，有特别准备一个用冰角做的鸡卵糕予伊。而且动物园嘛有摕其他的动物来准备冰水、冰角、甲果子的鸡仔冰等等，予因会当食一个透心凉。动物园甲民众盛大替婴仔举办11岁生日，但是后一秒婴仔煞甲鸡卵糕塞个涂骹，画面是真古锥。不过这毋是一般的鸡卵糕，这是动物园为着要替婴仔伫高温的天气清凉一个，特别替伊准备的冰角鸡卵糕，顶面有冰角配上各种的水果，互婴仔伫咧烧热的天气会当食冰凉爽一个。今天是我们毛熊的生日，那所以我们今天提供了它冰品的蛋糕，那里面是用冰块加上一些水果啊、甘蔗等等的食物制成的，是他很喜欢吃的食物。那加上就是冰块，可以让他冰冰凉凉的享受一下消暑的感觉。最近天气热热热，动物园嘛烦恼连热带动物，亲像大手甲黑猩猩嘛会热甲冻袂牢，所以会伫咧水池加冰水，也是冰角互因浸。动物嘛有水果冰机通食，减少动物晒日头的时间，真拍拼受康受胖来防止动物掉沙。通常都会有，比如说有水果冰、血水冰，那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能够有各种的设施食材上的调控，调整他们的休息的位置点，那尽量不要直接在阳光曝晒的环境下太久。动物园嘛表示，帮各种的动物降温的方式完全拢无同，有的动物会帮因定期折毛，有的会甲冷气房的温度降低，会想办法互这的动物凉凉啊度过遮尔烧热的天气。记者陈阿选、柯敏哲特别报道。天气热，大家拢袂爱出去外口活动。新竹县的宝山乡是专工伫咧乡公所，有请教练做伙来举办社会表的推广活动，互民众伫咧室内吹冷气，阁会当拿运动。日头赤炎炎，民众行伫路里，免偌久时间，就大力汗、细力汗，更加免讲是要踮热天运动。新竹县宝山乡拜六举办专门社会表活动。互民众免惊外口的烧热天气，踮室内买当运动。夏天太热了，如果要去运动室外运动，可能又要等傍晚一点会比较好啊。刚好早上有这个活动，就是在室内。天气很热，然后就想要进来避暑一下，然后刚好是第一次射飞镖，有这个活动，我想来参加一下。根据中华民国飞镖总会统计，目前全台湾飞镖运动人口约3万人，随天气愈来愈热。有袂少人会选择留踮室内运动，教练嘛趁机会教民众社会表的秘诀。标的话，要是拿前面一点，不要拿在后面。后面的话，你射出去的时候会掉。好，拿前面是最稳的，然后轻轻打掉。然后通常是你看你的姿势是打右手还是左手？右手的话是右脚在前面，那个左脚在后面。在这个暑期期间，也办理了非常多的这一个暑假的活动跟营队，那都在我们的室内，我们都有冷气，那同时有借由运动，然后我们也导入我们的客语客家话，让孩童们能够学习传承我们的客家话。乡长指出，这是第一摆踮乡公所举办飞镖活动。未来会继续推广适合室内的多元运动，互民众免拍日买当做运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巴黎奥运特别起鼓啊！这届新增加的霹雳舞项目，咱的选手孙静已经摕到比赛资格。因为对着这届霹雳舞的风潮，伫咧台北嘛有举办歌舞小学校的比赛，有约500位小学生参加。副总统萧美琴嘛有去甲选手応援。
伫舞者的带领之下，副总统萧美琴甲立委高派叶苏卡会同齐挑战霹雳舞的经典动作大拉腰。右边上，来左边，来右边。表演一个跳舞典型对歌舞的支持。萧美琴讲，欢喜看到歌舞已经加做全民运动，也表示家己的爱豆都是马丹娜。他现在啊，虽然当阿嬷，但是全身都是肌肉。所以小朋友，你们今天回去也可以接阿嬷一起来学。歌舞小学校是台北市第一个专属小学生的比赛，今年第2届报名上限50队，一个就满啊，外500名小学生共场来比赛。100%亲像韩国女团的 MV 舞蹈甲服装造型，眼神甲表情也真亲像小学生伫舞台上展现练习的成果。对嘴，然后就想说比赛，然后就要有应对的表情，才会吸睛，搞怪然后可爱的态度。这么多小学生来比赛，歌舞运动推广协会秘书长田俊拓看到16年来歌舞伫台湾的转变。有大家对这个觉得我们这跳街舞这件事情不错。然后愿意投入进来，不管是老师，不管是家长，不管是同学，或者是我们现场的我们的政府的部会的长官们，那我觉得有你们支持，我们在这边跳得更开心。你想继续跳吗？想，因为他有兴趣，所以就让他维持他的兴趣这样。有家长讲，当初送囡仔学跳舞是动作运动，不过囡仔定落来找到自信，也交到朋友。未来读高中会继续支持伊学跳舞。这个时阵，囡仔伫舞台上展现自我，父母会当做的、要做的，都是为因大声叫，动作坚强的靠山。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东部地区27度至37度。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